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的校园哦，我们在最近就会完成这个校园，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学校走走、带站。这是我们学校的创办人他的遗体呢就葬在我们学校的教堂，这是全国唯一一间教堂里面有坟墓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感觉到很温暖，因为我们都叫它往北北。那我记得去年来这边献唱的时候，好像只有我们学校一个学校穿那些衣服。但是今年呢，我们慢慢的这个黑势力传染到淡水地区，还有这里也是啊。我刚才想什么？各校都有特色，那我们学校有什么特色？看着他们穿的这个黑色的衣服，我想应该是怂歌舞团。我们欢迎怂歌舞团的圣约翰团体。生命。
是正德基督学院李牧师来给我们。上面的车链子的不一样。